我係何偉林 William，咁我主要做中文書法嘅創作。咁我嘅人設 filter 咧，其實係有兩浸嘅。喺一啲陌生人啦或者學生面前咧，會作一個比較上嚴肅啲嘅樣啦。同我熟咗咧，就知我中意講笑啦。得返我自己一個咧，比較思考人生多一啲嘅。如果用一個字嚟形容我會揀個和字。咁我份人比較上隨和隨性一啲啦。咁和字咧，亦都可以形容我嘅書法啦，去講求書法上筆墨啦、構圖啦，同埋線條上面嘅調和。我對傳統書法嘅開始咧，其實係9歲嗰陣，身邊啲朋友啊或者大人咧都話：咦，你好有天分喎！咁我就嘗試去繼續啦。之後嘅成功感令到我可以堅持落去，咁就直到而家啦。我喺大學嘅時候咧就識咗徐沛之老師，咁佢就重新教我點樣去臨帖，去用一個正確嘅方法去跟從古人嘅路。寫書法嚟講咧，我覺得最大嘅挑戰係去點樣面對自己嘅心態。對比嘅唔係你身邊嘅朋友或者老師，其實係古人留低嘅墨跡。我哋點樣去嘗試去學習，甚至去超越佢哋？我覺得其實漢字嘅元素先至係喺中文書法入邊係最重要嘅。日本同埋西方嘅當代藝術咧，去嘗試去抽取咗書法嘅線性元素出嚟，但係去省略咗漢字嘅元素。其實漢字先至係喺中文書法入邊係最重要嘅，因為漢字係喺全世界文字入邊係唯一暫時現存嘅一啲象形圖像嘅文字。咁我覺得係非常之獨特，表現到中國嘅文化修養。如果冇學過書法嘅人咧，我建議佢哋由成幅字嘅構圖開始睇啦，佢嘅佈局望落舒唔舒服，佢嘅線條流唔流暢啊咁樣。咁如果再有少少認識嘅話咧，你就可以睇下每一個字嘅結構，佢嘅結構穩唔穩陣啦。咁最後再可以欣賞下呢幅書法嘅內容，睇下佢嘅內容同埋佢嘅書法風格有乜嘢關聯。自如其人呢個講法其實好耐之前已經有啦。古代咧，呢一句係指你嘅字咧可以反映到一個人嘅人品，但係我唔係太認同嘅。我反而覺得咧，字係可以反映到人嘅一啲性格同埋佢寫字當下嘅情緒。我偏好多啲係講述內心心境嘅一啲詩詞啦，譬如林夕先生作嘅好多詞都好中我嘅內心啦，甚至好多香港人嘅內心。咁新詩嚟講咧，我好中意梁秉鈞先生也斯嘅一啲新詩。對我最重要嘅一首詩咧，就係《給苦瓜的頌詩》。咁入邊第一句咧就係：等你從反覆的天氣裏恢復過來，其他都不重要了。由古至今咧，其實好多文人咧，佢哋都係對詩書畫印係非常之精通嘅。咁我覺得我都要睇多啲唔同嘅文學作品啦，嘗試去自己作一啲詩咧，其實都會間接影響到我寫書法上面嘅一啲氣質啦，同埋一啲造詣嘅。